社区大学选课难吗？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社区大学选课难吗？这个问题一直都是 Lisa 收到的热门问题之一。网络上很多人说社区大学选课很难，很多人都选不到课。那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，Lisa 就要来告诉你们，到底社区大学选课难吗？如果要我说的话，我觉得选课是要凭本事的。如果你会安排、会规划的话，我觉得选课一点都不难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纸好了。这一张呢是共同科目的表格，我所有需要拿的共同科目呢都是从这张纸上面选的。我一开始呢会把觉得有兴趣或者是打印到简单的课呢，把它在里面圈起来，然后选课的时候就从里面来选，然后上完之后呢，我就会把它在这个旁边这样填写出来，这样子也方便我去统计，看哪个课拿了，哪个课还没有拿。而这张呢是我的计划表，我在入学但还没有开学之前就已经大概填写好了。我大概是这样子的，我会大概把知道要拿或者是必修的课呢都把它列出来，然后用铅笔大概的写进每个学期的表格里面。当然不可能你写什么课你就一定可以拿到那节课，因为这张纸又不是哆啦 A 梦的道具。那为什么要用铅笔写呢？因为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所以为了好修改呢，我会先拿铅笔来写。这样如果我预计这学期要拿的课没选到的话呢，我可以跟之后的学期调换来拿。所以你还必须要选择几个 UB 的课来随时做替换，反正都要拿嘛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。先写下来才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当然每个学期要安排什么样子的课，你自己也要思考一下，不然如果你随便乱写，把所有难的课全部都排进同一个学期的话，那你就是自己找死啦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啦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这张纸，我在上完课之后呢，我会拿油性笔呢把它描上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分数，这样呢不仅方便计算，之后要申请转学的时候呢也比较好填写申请表格。其实这个习惯我到现在在 Berkeley 呢还是继续在用，这样子呢我需要拿什么课还有什么课还没有拿，看一下就一目了然啦。我这张表格呢是 Foothill 制作给学生们索取的，如果你的学校没有这种表格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制作一张，看你是要手绘还是电脑制作都可以，不然直接记录在那个电脑里面的表格也是可以啦。像我现在呢就是直接放在 Google Docs 里面。那我再来大概介绍一下社区大学的选课是怎么运作的，就是你的学分越少，你的选课时间越晚。也就是说呢，新生一般都是最晚选课的，而随着你的学分越来越多呢，你的选课时间呢就会越来越早。因为你的学分越来越多呢，也就表示你离毕业转学近了，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让你选到你需要的课，好让你可以顺利的毕业转学。有时候如果你的选课时间晚，没有抢到你要的课的话呢，你还可以等开学的第一天呢，直接去那个教室碰运气。运气好的话呢，那个教授可能会收你；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呢，那就下次请早啦。其实如果这个学期是你的最后一个学期的话呢，有时候你还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找教授谈。你可以说，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必须要拿这一节课，拜托。很多教授呢可能都会收你的啦。好，所以综合以上说明呢，我一般会把比较热门比较难选的课排到后面的学期去，然后先选一些必修但不这么热门的课。但其实我还是常常会在开学的第一节课去热门课的教室碰运气，选得到是最好的，如果选不到的话，那就只能下次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啦，希望有帮大家解惑到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也可以去按赞 follow 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